爸爸敢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哇，因为今仔日的这个礼物幸福礼，是你最想要给妈妈的，对不？是。所以你一定爱成功。我袂喘气啊！我袂喘气啊！爸爸，袂使闹气。袂使闹对气。，这个礼物啊，是我一直想要算一个查甫人欠一个太太上主要的一个礼物。你无任何的要求，就嫁予我，然后佮帮我生两个高水的囡仔，然后无日无暝顾囡仔，佮爱拼事业。所以今日我想要亲手帮你滴一个头纱。因为当初是其实爸爸妈妈结婚的时阵无办婚礼，对。嘛无翕新娘相，所以爸爸心内一直有一个遗憾。安尼年年你甲爸爸先陪妈妈去换新娘衫，等下咱再来看水水的相片，好不好？好。